一个月拢同少有一遍吼，召集这个环保义工职工出来扫涂骹。啊，当然啦，热人的时阵，登革热预防是上重要的，所以阮拢会以放送也好，阮有赖的群组也好，啊，拢会出来巡道清刷，啊，甲这个登革热的防治的疫情吼，这个预防，阮会做了真好。现在人力比较不足嘛，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利用无人机飞上去，它可以扩大范围去看，啊，因为它画质也不错，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点在哪里？啊，我们再人出动再去那里，就不用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一间一间巡，还要爬到屋顶上去，这可以缩短我们在工作的时间。盖帆布的啊，屋顶有破损的，啊，我们就把它拍照记录下来，啊，跟我们登访中心跟卫生局一起来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样。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有一些是像大楼的被吹掉的水塔的盖子啦，或是顶楼因为这个期序不平，所以造成积水，那也都查到一些营养性的容器。此外呢，我们也特别的谢谢环保局跟消防局的支援，启动了无人机队，来去帮忙巡查，因为它无人机这样飞过去，对于发现一些容易积水的地方，或者没有盖子的这个水塔，这很清楚。所以防治登革热呢，不只是市府的责任，也需要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参与。不只是环保人员，不只是卫生局的人员，不只是消防局人员，不只是我们志工的人，这个责任是大家一起来，这样子才能组成绵密的防治登革热的网络。那也希望结合社区以及科技的力量，大家一起来巡道清刷，守护我们的家园，打造安全的台南市。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30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政府为了避免房价持续飙悬，推行房屋税2.0新制度。全国规划3户以内，家己住的税率无变，不过超过4户以上的税率是采用累进的方式。所以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6次定期会，上午就邀集财税、地政甲公务等局处，针对税率的修正实施以后，征收的情形甲影响进行专栏报告。房屋税新制度伫去年7月1号实施，今年5月首次来开征。除了全国住大3户以内税率无变，其他非住大依照户数采累进的税率，甲着住大的税率相差3-4倍以上。加上全国规划，自用主体一定要设立户籍，因为第一档真侪民众无了解，袂赴来设籍，造成今年房屋税扣掉自然成长的加了6亿外。这房屋税这复杂，无几个知，到尾尾啊，佮延期了。足侪人会当适应这税率。阮今仔日讲的重庆经济无好，市内当然新厝嘛，永康啦，台南关署的台南市安南这新所在，一厝新起要租，较好租。啊，有的继承人，有的几十档来继承的，几十档的厝，我咧缴房屋税，可是你要改去租要做啥？咱这立法无法度考虑到整体的面向。对此，市府财政税务局表示。影响的部分大约有52000户，因为自用主体无设籍，包括因为工作、就业或者是福利政策等，目前还佮甲财政部伫争取当中。那是不是用认定的方式来给予一些宽松的一些税率？那这个我们会持续来跟财政部争取。会中议会最后嘛做出几点的决议，包括建议检讨其他非住大的房屋税率。对着非住员无法度设户籍者，是毋是会用以实际证明采用自用主体税率？至于税率的调整部分，目前议会嘛已经提案送法规委员会来审议，等待审议的结果才过来做决定。台南新闻林英根、杨顺怀采访报道。民进党立委林俊宪竞选后一届台南市长，27号伫立委郭国文的玉井服务处成立大山城后援会，现场有来自玉井、南华、南西、左镇等山区的乡亲到场接听。
林俊宪嘛开出政见，将全民体检65岁以上的老人福利，敬老金要提悬1倍，佮提醒大家，只有伊会当向赖总统争取到上侪资源。当选车不断，立委林俊宪趁着年假假期成立大沙社后援会，不止来自药井、南华、南西指定将近10位乡亲，立委郭国文、台南市侪位议员嘛拢到场，连立委王义川嘛特别南下小厅，现场气氛相当热烈。林俊宪知影咱沙社需要什么建设，伊我坐在伊的边啊，我会当见证。未来的一寡所需要的医疗资源，咱嘛互未来的市长替咱斗相共，创造较侪医疗资源来照顾咱这老大人。林俊宪拼民进党内台南市长初选，提出竞选主张大沙城大团结，唔那是针对市区建设，更爱互大沙城甲台南社区同时发展，包括着交通、农业甲观光各项政策，全面提悬65岁以上老人福利。这敬老年金哦，咱会甲提悬，咱会甲加1倍啦，1000甲变2000。我相信嘛，敢若俊宪会当，敢若我会当甲咱的赖总统哦，争取上济资源。转来报答台南。今年0121南西药剂地档，郭国文甲林俊宪陆续争取预算总共12亿，要支援山区发展，一步一脚印，要替山区再来改变，让山区量早变山城。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争取交通部公共充电条的补助，将设立7位电动车快充站。30号第一批有6位18快充站已经正式上线。市府选定第86号桥卡的停车场举行盛大启用典礼，嘛欢迎电动车主多加利用。对电动车车主来讲，现阶段也是欢乐里程焦虑，所以台南市为了营造电动车友善利便的使用环境，积极争取交通部公共充电桩的补助计划。第一批快充站已经有6位18色的停车架，为了让电动车主会当多多利用，交通局特别召开记者会来宣传，场面热热。行动！让我们创造绿能启程，快充上行。86桥下的充电桩哦，其实在这边是蛮方便的，而且是一个开放空间哦，安全性有更提高，不会担心在秘密空间里面造成的危险。所以说，尤其86桥下过去的空间哦，因为这几年来陆陆续续的应用。我们除了提供民众停车之外，现在跟厂商合作，来跟环保署以及交通部来合作，来建置这个充电桩，能够让民众的爱车，一方面在安全的地方可以充电，另外一方面离住家又近。面对电动车的趋势，除了交通部补助，环境部嘛补助台南每一区拢有充电站，估计全市有202个站点，以落实热能营销。其中甲原点公司合作，选定台86号桥卡定7位来设立的快充站，伫台电全力的配合，嘛凸显政府甲民间齐心打造台南快充帮的目标。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位伫台南公园路顶一间牛肉汤开店满1周年，由北区区长潘宝书牵线。30号举办中秋送暖活动，号召演艺人员、网红甲地方的民代，捐赠中秋月饼甲礼券，予北区以及中西区456户计收入户，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中秋节特别来到阿莲牛肉汤台南公园店举办头一届的送暖活动，不只受到地方民代甲公部门肯定，知名网青 AJ 哥、永康4大才子歌歌更特别响应，连演艺界的10位知名歌手演员嘛来徛台。
其实不只是我所有的艺人朋友，只要今天可以来的，全部都到场。借由中秋节发礼物，这样我们心系花莲的一些灾民。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永远有爱，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是点么心意，互因感觉讲，世界上咱的台湾人该有心情，提前送暖给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能感受到这个温暖。用实际行动向社会传达节日的温情。这届关政河北区、中西区总共456户的家收入户，每一户会当摕到中秋月饼、含全联礼券。两区区长以颁发感谢状来表达感谢。这个社会嘛，就是所有做这样帮助，是讲咱唔知啊，咱就会伸出援手，咱趁钱就是取之社会，回馈社会安尼。我们针对我们北区的206户的低收1/2款来发给。关注咱中西区252位咱的低收1/2款咱这就是朋友。阿莲古堡汤伫台南开店一档，希望透过活动抛砖引玉，邀请更较侪在地企业团体做伙做公益。台南新闻林个杨秀怀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农历7月，鬼门关已经结束1礼拜。台南的全台首日关圣红庙，一项民间信仰的宗教仪式——圣红夜巡，也就是抓无转去地府的鬼来净化地方。西经的路线长达12.5公里，吸引大批信众前来追求观看掠鬼。庙方也安排超过600人随行护驾，场面非常的盛大。若有不平之情，有冤成冤，有屈成屈。庆人下跪开放访问，8月初1全台首日关圣红庙重新挂出放过新门2块灵牌，宣告圣红爷恢复秩序。今年24年也阁拄到3档1摆的公安岛，接受孤魂野鬼来声援，同时准备新面谱做册记录。圣红夜巡伫旧历8月份的第1礼拜六登场，针对府城4个城门巡查掠鬼，伫重要路口会举行路祭仪式，由企业八爷加上砍草林净化路面。东区、中西区，搁北区，南区有局部的所在，因为毕竟一暗的时间无法度巡上远，所以讲一寡重点的路，也是讲较容易肇事的一寡较高事故的地点，阮才来巡扫安尼。这项传统祭仪伫2022年，互市府登录做台南市定民俗文化资产。热烈路祭不止吸引信众追求观看圣红掠鬼，嘛互一个信众感受到特殊的传统民俗文化。7月鬼门关之后，就有些没有回来的，我们会扛大轿，或是去把他们抓回来。人很多，然后大家都很有精神全程都几乎都全程走完。庙方为求安全，专程号召600多名工作人员沿路护驾、指挥交通。警方嘛伫咧重要路口维持交通秩序，整个可以一直到半暝完成任务了后，才转去庙前化金，宣告圆满。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抓风车剧团1年1度新剧《保利回家》，由亲近邻教育基金会邀请，伫教师节连续假期，首次来到东区进行亲子公益演出，吸引2000多位大小朋友参观。活动选伫中兴公园，嘛呼应该建商建案甲人文艺术的结合。
伫淡市东区中兴公园立场，有来自剧团趣味的人形红仔来欢迎活动。现场陆陆续续客入数千名的大小朋友，大家拢期待要对着抓风车演员指挥进入主角暴力的冒险旅程。这场由亲近邻教育基金会赞助，邀请抓风车剧团秀出来到东区的户外公益演出，就来请祝贺观赏，嘛免开开放。和所有民众入场，其中委托立委陈廷辉嘛到场收听，甲协办的议员蔡小薇、曾培雅伫开演进前，加所观众留念，场面盛大热热。动一下，挥手一下。因为有各位，大家才能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个快乐的这个教师节连续假期。前几年，教育基金会特别选伫教师节连续假期，邀请大小朋友拢真介意的剧团来演出，就来希望持续为环境影响尽一份心力，嘛希望让艺术加入生活，让空间来讲故事，就是对在地上深的回馈。那这场保利回家的这个戏码呢，也是结合像我们城市绿意还有一些自然的环境，那也特别想要透过这场剧呢，可以让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对于环境还有我们的教育这边有一个更大的共识，希望呢促进我们地方的共好。我们这出戏是把台风拟人化，所以会有一个正要长大的台风叫保利，他要到桐花岛来进行他的成年礼，所以我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就等于说让所有的孩子们要重视我们的生活上面，更爱护我们的环境，那也让这个整个与自然共处的一个概念能够融入在剧情当中。该戏剧不止刻画囡仔思考加想象，嘛互家长加囡仔透过做伙欣赏家亲子之间的感情，度过难得的连续假期。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每年秋冬，乌面腊八甲各类的戏鸟拢会组织伫台江为湿地带来活力。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10月份开始，到过冬的3月举办台江黑皮季系列活动。今年以黑皮来做伙为主题，27号热烈开幕。七股区公户实小的小朋友穿着乌面腊八服装，以活泼古早舞蹈为2025台江黑皮季活动揭开序幕。27日开幕仪式，邀请到内政部、农业部等这些机关代表出席，还有市府官员、地方大庙以及人民团体共同参与。请揭晓，哇，有我们的公共舞者象征我们。来，我们这边为什么可以吸引黑面琵鹭来这里觅食？还有很多渡冬的候鸟。讲白了，鸟都很现实的，它有食物吃嘛，环境好嘛。我们推动的所谓的黑面琵鹭的生态友善栖地的营造计划，我们这里从109年开始，我们陆陆续续跟周边的宜温的问族合作来营造这个渡冬期间，如果说有一些收成之后呢，5天放水的水位，宜温的放水水维持到20到30公分，不收下杂鱼，那可以让这个渡冬的候鸟黑面琵鹭可以觅食，还有一些协助帮忙做鸟钓等等。我们1公顷有5000块的奖励金，然后还可以授权他使用黑皮牌的水产品的商标等等。安南区长魏文贵表示，全球目前大约有7000多只乌面腊八，敢若是台江地区就2000多只乌面腊八来这度过冬天。特别感谢台江国家公园以及地方团体携手合作，才会当有这项的成果。台江这里就有2000多只啊，全国7000几只，占1/3。代表什么？代表其实咱这个团队，包括咱地方的保育志工，包括咱地方人士等等，其实对于保育这个工作相当的配合我们台江的国家公园。
咱台江国家公园的团队嘛非常用心的保护。台江国家公园每当举办的台江黑皮季，不仅是年度生态盛事，乡亲社区、政府甲 NGO 的共同行动，守护乌明纳杯甲湿地生态。今年的第一只乌明纳杯已经伫9月22号现身，了后还有偌济乌明纳杯陆续到来。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为提供冬候鸟友善栖息环境，持续推动生态友善栖地营造，透过 ESG 新伙伴关系，结合企业公司协力，扩大民众参与甲推广，共同合作解决乌明纳杯食源不足的问题，展现出多元而且丰硕成果。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通用企业资深事业基金会举办黄金选结婚，牵手前99万活动。今年有110对结婚53档以上的黄金选结婚的开幕报名。在亲戚朋友甲各界贵宾见证之下，重新穿上礼服行红毯，现场充满幸福的氛围。嘉义县长翁章良嘛亲身到场祝福。统一狮职棒球星将 Uni Girls 做伴郎伴娘，引领年过花甲的老夫老妻步上红毯。统一慈善事业基金会举办黄金钻石婚活动，今年首度从台南移师嘉义，邀集全台110对结婚超过53年的银发佳偶，重温当年的甜蜜幸福。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满足了，或者是我们让我们的长者们圆了他们年轻时的梦想，穿着白纱。同时，我们希望说，除了这个圆梦之外，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传达说夫妻之间相处的真谛。仪式过程当中，阿公亲手为阿嬷佩戴新娘头花，许多2030年代无法穿白纱出嫁，心中存有遗憾的阿嬷们一圆婚纱梦。其中更有3对婚龄分别为75年、73年与71年的超级新人，代表所有长辈切下象征爱与祝福的3层结婚蛋糕。现场来宾以及家属大约2000人一起见证。这一代人是最辛苦的一代，也是台湾整个经济奇迹发展的一代，所以统一企业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慢慢成长起来。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那也非常谢谢他们到嘉义来办。这场专属长辈们的幸福盛宴由36家企业所共同规划，除了展现社会温情，更希望唤起大众对台湾迈入高龄社会之后老人照顾问题的重视。记者杨淑怀嘉义报道。中秋不只会当赏月，伫台南大内阁会当看到雪。现主时大内区的田埂之草花海盛开，就亲像落雪同款。大内区公所特别举办伫大内等一场9月雪活动，希望凝聚地方居民的情感，嘛，互大内伫历经地动洪水以后，会当助力观光生活力。河岸两旁白茫茫一片，如同雪国一般的景色。不过，这里其实是台南的大内。每年的9月到10月是田埂子草盛开的时节，曾文溪畔壮观的白芒盛景，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拍摄取景。为让更多人看见这个天然美景，公所特别举办在大内等一场9月雪活动。29日在二溪河段热闹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开幕仪式，与民众一同欣赏这天然草本的白雪美景。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到我们大内这个曾文溪沿岸，看看非常漂亮的9月雪，也就是田埂子草。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已经这几年应该是第3届还是第4届的活动了但是希望各位好朋友在这个秋天的时候那看看我们的在曾文溪沿岸，同时大内也是物产非常好的地方。过去不管是芒果，它也有芒果，然后这个酪梨它也有酪梨，还有很多好的物产。今天来可以看到许多地方当地的土特产，还有许多好的这个摊商纷纷来这边。那大内是个值得开发、值得欣赏、值得你喜欢的一个新的好的景点。尤其这个田埂子草的季节通常都在秋天。那秋天一片白茫茫的，很漂亮，很有意境。不管来拍婚纱或者来拍个人的这个打卡景点，都是非常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大内看看田埂子草，来看看曾文溪沿岸非常漂亮的白茫茫的一片景色。那
看雪景不用出国，来大内看就有非常值得你看的雪景了。除了赏雪，现场还有规划农特产市集、社区营造成果展、政令宣导、即将换好礼以及食农教育体验等内容，成功将花海美景与地方经济串联。大内区长陈俊达表示，活动不仅是观光推广，更希望借由田埂子草花海提升大内的观光经济。未来将持续结合地方特色、社区能量与农业资源，打造大内成为游客来台南必访的景点，连带带动了地方产业与经济发展。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